我近排陪個同事去搞佢阿爸嘅遺產，先發現原來去銀行攞返死者啲錢，唔係話你係仔女就可以直接拎㗎。你知唔知而家嘅程式係要先攞到法庭發出嘅遺產管理書或者遺囑認證書，銀行先會睬你。即係話，就算死者戶口得幾萬蚊，你都要乖乖地走去遺產承辦處申請呢份檔，冇得懶。不過好彩而家法例有個簡化程式，如果遺產總值唔超過15萬蚊，全部係現金或短期存款，你可以用張 form 申請，快好多。記住喎，呢15萬係計晒所有銀行、保險商同強積金嘅錢，唔係逐間銀行分開計㗎。為下次如果長輩開始入院，你最好幫佢整理下啲銀行戶口資料，列晒清單，唔好等過咗身先嚟估估下。仲有趁佢仲健康嗰陣，問清楚有冇收藏過啲貴重嘢喺保險箱，唔係到時你要逐間銀行去查，煩到嘔。你話係咪要做定功課？